们都是快速的讲，因为是很多嘛。你可以想象说，现在是他已经是台湾人了，那我们是又加上一个身份给他说他是新住民的小孩，所以等于是他们要附加另外一个身份，是要学另外一个对方的一个文化呢，这个是很庞大的财产呢。那我们只能就是精选一些东西推荐给他们。那我也是利用我们上课的时间，就把我们的越南的文化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啊。那假设我是有就是做一些问卷，就是简单的问题，让他们知道说越南的国庆是什么时候啊？越南的那个过年的时候大家是做什么？跟台湾不同的是什么？是包粽子啊。那台湾是端午节才包粽子吃粽子，可是我们过年就是做这个事情，所以小朋友有时候他们也很好奇，也很开心。那我也希望说，透过这个绘本，让就是台湾不只是台湾的小朋友，那新住民的小朋友也是有机会，就是认识另外一个国度的文化。那但是相对来说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对不起，可是这个我是讲比较直一点。我们是一直觉得说新住民小孩是比较属于弱势的族群，那他们是需要保护。可是我反而想说台语啊、客家话、原住民的是更弱势的客家话我觉得还有很多资源，而且是正统的。可是台语我觉得是被打压得很惨。那这个是我讲的坦白的话了。我们是新住民的母语老师，就是火炬计划的那个讲师的重点费是每一节课是800块，可是相对的台语老师260、320，只有2种选择，这个是我觉得很不公平。可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位置角色也不一样，我也不能就是从这个地方然后跳出去帮他们讲话，那我只能利用这个平台，就是说就多支持他们的理念。那我也是就是完全的，就是几乎每个母语的活动我都会有一些就是鼓励的行为。那但是觉得说弱势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就是现在被宣传的弱势，其实更弱势的是台语跟台语文的这个部分。那有很多那个老师在一直努力推广台语，包括台语的罗马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管道。因为是我本身是学台语罗马字，所以家也要讲台语，完全我若是讲台语就是感觉讲输给那个越南话，输给越南话，还有输给中文，就是华语而已。因为其实目前就是会讲比较多的语言，但是希望说，如果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台语的罗马字都是这么好的话，那多宣传，让大家更知道。好。那我也透过这个部分呢，就是讲给小朋友很多不同的故事，因为是透过这些不同的故事呢，我们也了解说对方那边的文化也是不一样。那讲到这个部分，我是想补充一个很小的那个故事好了，这个是文化上面的差别。我们在那个灰姑娘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可是灰姑娘有很多版本，越南也有一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反正是他也有很多困难，他也被那个继母就是陷害很多次。可是因为我们越南人就是一直跟周边的邻居打仗其实最大的邻居就是中国那边了。我们是打了1000多年了，还是打到现在现在还是一直在争土地。那所以呢，我们的人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就是坚强。适应能力是比较强一点，那有些是有点骄傲跟傲慢啦，但是他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我们灰姑娘的主角好了，灰姑娘是主角每次被那个继母陷害
都是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死，而且是都会转身变成鸟啊，变成树啊，变成柿子啊，变成很多种，最后它还是赢。但是重点是，这个故事应该是结束在一个 happy 的 ending， 就是那个幸福的结局。可是我们越南那边的有最后的一段是灰姑娘，就是骗她的那个妹妹还是姐姐，骗她的姐姐，就是挖一个洞让她掉下去，然后就把那个滚水倒下去，烫死她。哦，这个是没有出现过的灰姑娘的故事嘛，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越南，而且是他做这个把他那个议题做成那个鱼露送给继母这个是报仇的行为，所以其实这个是有点恐怖的故事，但是我们的教育是说，就是恶有恶报，不是那么简单的。那让我们的小朋友也是有这样的概念哦。我们其实有报仇的行为哦，所以让我们的从小就知道说不能被人家欺负的。那但是后来这个结局已经是被我们越南教育部改掉了。是这2年的事，这1-2年的事已经被改掉，是因为很多家长觉得说，到每次讲到这边，他们自己也觉得很恐怖。那小孩当然是他们不懂这些意义，可是家长讲到这些都是觉得很恐怖。那我讲这些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这边，在台湾这边呢，我们有就是背着一个文化来台湾嘛。那我们融入台湾，那我们也是尊重台湾的文化，那台湾人也是很多人尊重我们的文化。那但是呢，就是要让小朋友继续活在这个环境中呢，就是被尊重，那互相的享有那个平等的权利是比较困难。那我们其实不只是在小朋友教育母语这个部分之外呢，我们其实在大人这个部分也要有做很多教育的部分。好，教小孩简单教大人才是难。那我们是刚刚我讲是那个文化上面的冲击，其实还有一些可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赶快把它做一个就是那个段落好了。那我们所有所讲的这些概念呢，我是希望说我的那个小孩呢，可以把那个越南话还有那个客家话跟台语学好，所以我有做几个方法让大家，如果是我们这边在场有家长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试着做。那教母语并没有那么难，也并不是别人的事。是你自己的事。那讲到这个部分的话，我也想分享说，为什么今天那个李正确立行基金会请我们来，而不是请某个教授、某个那个很有成就的一个教授来这边讲话，是因为他也想说，希望一个非常一般的家庭，但是对母语有一个认同来讲，来分享给大家听，让大家才引起大家的共鸣。那如果今天在这边是一个非常有名、非常有成就的教授的话，可能是可能会效果应该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这么普通，就是我们也是普通的员工而已。但是我们讲这些话，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是这样子。那你们也是这样，你们在场的每个家长都可以对小孩做这些简单的动作。唱歌谁不会唱？唱摇篮曲谁不会唱呢？然后呢，我们就是只是讲我们自然的语言。那如果现在你最自然的台语、客家话或者是原住民语，那你就是自动的翻译嘛。就像我现在每次我家我的小孩叫 David， 每次 David 就是指一个东西说什么语言，虽然我知道那个是台语或者是客家话，我就马上就讲另外一个语言。或者是我们买给小朋友那个课本那
那个绘本啊，上面都是密密麻麻都是中文字，可是我看了，因为我看得懂中文，所以我看中文就马上就念出来是越南话。我当然现在是他还不会认字，所以我还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就是念出来这个故事给他听。其实小孩完全是不知道，他只是听到我讲什么就马上就跟着念。那睡前呢，就是打开他喜欢的书，就是指这个东西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那都是用越南话讲。其实他吸收得很快。那个是我们叫做是自动全程的翻译就对了，我就是他的一辈子的翻译就对了。那等他真的是有意识求学的时候，那我们再讲，或者是各位有更好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可以交流。那然后呢，他每次就多那个 David 每次多讲那个客家话或台语呢，我一定要多补充一个词，一定要补充。那可是我最近发现说 ，David 对客家话比较有敏锐度，因为是一直跟那个阿婆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利用就是我太太讲台语 ，David 也是回应的是回客家话，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也是不觉得说要刻意怎么样，只是尽量不会出现华语而已。那我们刚刚讲所谓的那个家庭里的那个就是认同啊，那家庭的教育其实是从认同这个部分来启发的，包括说你认同你是怎么样的人的话，那你会有一样的观点。那我现在我认同我是越南人，完全是没有问题嘛。那我讲越南话是没有问题，可是相对台湾人来说呢，我觉得我是外来者，所以我看得比较客观说台湾人呢，你们的那个台语这个讲台语的人很多，比华语的人很多，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么悲哀的是华语是变成大家的一个官方的语言？那反而是你讲台语变成是一个另类，那这个完全是不合理的。我在越南，我讲越南话是正常，可是在台湾你讲台语是不正常，或者是觉得这个很土很怂，那是非常的不合理。那这个是大家的认同的问题，但是认同这个部分的话，其实现在台湾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David 来啊！David， 那 David 已经出现了，那要不要让 David 来表现一下，好不好？David， 我做来过去的啦。David 这是啥物？蚵棍哈。等一下，来等一下。换了。David 搁讲一摆。蚵棍哈。这个。蚵棍啊。这个 David 看。阿边，这不是咧，这个看一下。这不是，这是阿叔，这是什么？你看，快呀！阿边，哎，好的，问弟弟这个，该讲的。你啊，这是什么？巴达塞哈。我们也是一直在翻译，我们也没办法，所以一定要编出来一个。这是什么哈？弟弟啊，这是什么？巴达塞要安怎？巴达塞，巴达塞open 哈。David 啊，David 敢会当迄个David 连锁1年10就5年啦。2 3 4 5 6 7 8 9 10。Hello。阿公会变安怎念？
cho bố nghe một bài được không? có Rồi, hát một bài nhé. Con cò bé bé nhé. 2, 3. Hana có bé bé theo các xe đi công và hay còn nào em hỏi em chào em dung em không nào. Hello,开始你手和南瓜，吼，拄则你手和南瓜，啊，这边，啊，互爸爸，啊，这边手迄个天鹅好无？来，手迄个天空落水，好不好？好来。Thầy biết câu cảm ơn cảm ơn hey. Biển cho bố nào, cho bố nào. Có bài à? Thầy biết chưa qua à? Bác ta sai. Lại, đi chơi mama. Hay sẽ hả? Đây. 其实呢，就是我们以这样的那个自然的模式是很久的。那当初 David 出生的时候，我们是每天都唱歌给他听。那其实我们对母语的那个定义，是不是他最接触到的那个语言就是母语嘛，对不对？那我当初David 刚出生的时候，我抱他已经是一直唱越南话。那然后就是。 妈妈抱到他的也是一直讲台语的，阿婆跟阿公讲话也是客家话跟台语的。那其实对 David 来说呢，他是有一个三种自然的语言，3种自然的母语，就是客家话，然后台语跟那个越南话。那我也希望说这个可以，机会可以这个环境可以维持更久的，让我小孩可以就是接受到这么多语言。那就像马来人，他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好了，他们有很多自然的母语。那我觉得说我们也可以自然的向他们学习。那谢谢大家。如果是还有问题，或者是有更多的那个指教的地方，可以跟我们讲。那毕竟我们还是年轻，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一起来陪伴来成长。谢谢。感谢阿荣吼，甲李勇、甲David吼，即个分享因的即个台语家庭吼，应该是讲德语家庭、国语家庭吼，即款的状况。因为拄则迄个达人甲泡泡吼，咱就较无即个针对咱咧写一本，应该是讲专栏吼，因原本是自由时报即个专栏几若档嘛吼，了后才变做一本册吼，是毋是会当请咱达人甲泡泡搁来甲咱较深入来讲即个册三星的背景甲过程吼，请。好，大家好，我是达人，我要来介绍讲当初就是咱是先伫自由时报看过讲目前即本册的图文书的内容。
啊，即本图文书的内容是用台语，啊，搁华语，啊，搁注音罗马字来代替。啊，当初之所以会用即种方式来创作是，自开始只是我要教芳芳要学讲台语，啊，咱普通是咧学一个语言，台湾人上普遍就是用注音来去注明讲即个音要安怎念。当然讲我知影后来就知影讲台语其实有台语伊家己的台语注音，就是台湾方音的系统啦，但是。芳芳自开始要学的时阵，伊就是家己伫边仔写注音，就是泡泡沫，家己拼起的。所以，咱后来就是将一寡字甲刻起来，就伫边仔变做讲用注音来去做创作安尼。啊，为虾米到尾仔就是会想讲，遐字数的人会问讲是安那？你是刻这70几个字数，毋是白的？就是当然这字数有足济，拢少好的。啊，有诶嘛是有漏交去诶，譬如讲，咱就是特别想讲，感觉较重要，像咱是特别有兴趣诶，就是一寡台语内底外来词。台语诶外来词内底有足济日本话，也是讲一寡人讲是北部族诶话，北部族诶语言，也是意思。譬如讲日本话内感觉讲日本话就是日本话，那是安那恁会甲放做？一本册内底，比如讲啪哩啪哩，也是讲阿萨布鲁，也是讲一寡枪巴啦，即种字词，这是日本话，有啥物恁要放做放伫台语，毋是台语的在来语，话人安尼想，但是咱感觉讲，这拢是台湾一个历史的过程，伊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延续落来物件。譬如讲字义内底有足济，就他拄先摆讲过，汉字是所有汉字使用者会用的物件，毋是敢若中文会使使用的。所以日本伊的汉字，譬如讲，因讲白面，咱是讲白面是读因的汉字，这是台语的特别，伊是读。譬如讲注文，就是咱是读伊的汉字音，啊，若是白面字义绝对就毋是读白面啦。就譬如讲，因会讲标音，就是讲伊是读日本音。啊，咱台语读台语音，安尼来变成讲，这是台语一个字词一个特色。所以，阮是感觉讲，即种字词咱嘛是甲放做台语一个内底。就比如讲，差不多伊就先是讲过，就是讲马来西亚，伊可能有一寡马来语，因的福建可能就有马来语伫内底。比如讲，因讲警察讲马达，也是讲因的。咱讲派出所是警察局，因会讲马达处，这就是一个特色。就是讲，虽然讲这个语言足接近的，但是伊也是有一个差别在内底。这就是我是想讲要用这本册，和一般就是大家开始要注意到这个语言的人，会当渐渐来去讲，原来台语有遮趣味，遐尔较无共的所在。啊，头段讲到讲台语足弱势这个部分，就是。阮大家开始就是开始咧找资料，差不多2档前迄个时阵要开始找资料，要找一寡台语册。咱就是自开始当然是先去册局啊，去一间册局找资料，咱就讲要找台语字典，就是要讲要找台语字典的时阵，敢若是我毋知是几若档可能拢无人安尼问过啊，伊就敢若讲。你是敢是无对啊？啥？就甲我看着讲，当时是不是台语字典这样？伊就安尼讲啊，就甲我带去一个就是字典区，就看着遐足侪字典的，嘛有外国的啊、西班牙啥，足清楚的。但是台语字典就一本足细本的，就藏伫就足大本的迄个字典的边仔，就一本足细本的。我就感觉讲，迄阵摕着的时阵就是。哪会安尼？迄个感觉就是一种，你会感觉讲足奇怪的，哪会？咱要找一本台语字典，哪会遮歹找啊？伫册店内遮歹找，就会感觉讲，敢会将即种物件，敢会使一定爱做，就是变做讲是一种较通俗，和一般的人会当，学生啊，还是像咱即种少年人啊，还是像芳芳即种头仔会要学的，会当较轻松来。接触到台语字安尼，所以咱较会将即
即种图表文章的方式来介绍台语，所以有个人来问讲，啊，恁台语即本册，敢有可能看恁即本册就学会晓台语？当然，即本册毋是讲万能的嘛，这就是一种互人先头仔开始先接触着，感觉足趣味，较有法度去找，像咱两个安尼，共款去找其他资料资源，哦。凡说你会感觉讲，哦，这注音嘛无啥标准，所以你较会感觉讲，哦，应该爱用啥？敢是罗马字较好，所以我下骹嘛有用罗马字。人感觉讲，哦，我先，因为人咧看物件，绝对是先看我捌的物件。台湾人就是，哦，我英语我看无，但来讲讲我英语我看无，所以就是先看讲，哦，注音我先看有，念，啊，原来罗马字较简单。对，变做讲，安尼我嘛会当读看卖罗马字，原来罗马字嘛是足简单，这嘛是我后来渐渐，即摆我嘛是要开始咧练罗马字，罗马字就是规注音安尼豆豆啊一步一步安尼进步，应该讲进步安尼啦，就是变做讲将注音汉字罗马字三种来合做伙来安尼学，来安尼接触即个语言。阮即本册大部分就是用即种概念来创作。我大家好，我想讲搁重复再详细介绍一个这本册。咱这本册啊，就是差不多会当分3个部分。那第一部分是内底差不多有70几个词。啊，比如讲这个词啊，当然就是虽然讲咱即马我搁有继续学，搁有继续在记录。啊，这就是头一年拄我学到的这70几个词。那一个词安尼就是有汉字，啊，搁有因为迄时阵学台语的时阵，我听着伫外口，若是听着一个词，还是听着人咧讲，啊，我根本就毋知迄个汉字要安怎写，啊，所以我就是足自然会先用记录起来，啊，转去剩咱两个人的时阵，较会问别人讲，今仔我听着啥物台语的词是啥物意思，所以就是足自然，咱最后就确定讲，也是用虽然讲真正。毋是讲就正统的啦，那下骹可以用教育部的这罗马字来，就是注解安尼。那第二个部分是，咱有将迄个台语的色水色彩整理起来，因为咱有发现讲，譬如我妈妈，譬如讲灰色，我妈妈拢会讲鸟鼠仔色，啊，我开始咧学台语的时阵，通常我拢是。嘛是尽量拢表达，咱拢讲台语，所以我讲这鸟鼠仔色衫安怎，伊就讲鸟鼠仔色听着敢若伊会讲，你形容我的衫是鸟鼠仔色，敢若毋是讲足适当啊，应该爱讲普仔色，对啊，所以这嘛是我感觉讲这是台语一个算讲是一个就是足宝贵的物件，所以咱嘛是有将迄色水色彩整理起来。啊，第三个部分是哪讲，拄仔咧创作的时阵是旧年的过年，所以当然就是将一款咱台湾人的一个词，就是内底的词拢是伊家己创作的，譬如讲食麻糍好麻糍，譬如讲这种，也是讲其中有一个词我足介意的，因为我妈妈伫美容是。原本是做迄个就是板条的迄种小炒的，所以有一个美容上有名的就是鸡仔条嘛，所以就是鸡仔条、烤地啊、满金条。啊，搁有一个嘛是嘛是一个美容的，就是有名的菜，就是食鱿鱼毋通带细鱼。之类的，我感觉就是真正袂歹，这种是大陆创作的，就是会当互大家哪食哪讲安尼。那搁线来讲内底的词啊，其实我感觉因为开始学台语啊，知影词了后，就是因为譬如讲开始咧学，开始咧讲一个语言是安尼先讲，啊讲完就开始，因为咱通常在使用嘛是网络嘛，啊我就看到有一天就看到迄个香港的网友。因用的伫网络上啊，用的汉字的，就是比较因的，算讲是口语文字。对，我就感觉讲足新鲜的，就是你看迄汉字，敢若拢看有，但是拢毋知要安怎念，但是你就好知影讲，这就是
你脑中的声音就会觉得说是广东，就是广东话。你刚刚讲，哎，安尼咱汉字要安怎写？所以就开始将我学着的这个词啊，慢慢整理起来汉字。啊，开始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台语的字啊，譬如讲足厚，就是我赞美你足厚诶，那个厚字啊，在教育部是一个鳌拜顶悬是一个中文，迄个古语是讲一个鳌，啊下骹加一个蛋啊，伊迄个字变做安尼。啊，比如讲这教育部的字，这我是感觉讲，伊有的字伊推荐讲咱用即个字，但是伊是放一张图伫顶悬，伊无法度你电脑，我常常看 FB 的人就咧问讲，是安那我查教育部的字啊，我要用迄个鸟鼠啊，要甲当做 copy 起来，啊，打伫我家己的迄个 Word 当中面，啊，啥也袂使，啊，当然袂使，因为迄是一张图嘛，迄毋是字，迄是一个问题。你若是要用电脑开讲，你干那要拍，除非讲你用白话字，用罗马字去拍，这是会当直接解决。但是有的人一般要用台语的人，伊当然是用注音来拍字，也是讲伊用其他的系统来拍字，当然伊是去上迄个汉字，也是讲迄个国语音去斗。结果伊斗起来，迄个讲，伊会变做讲用国语音去斗，就直接斗讲，比如讲很慢的奶鸡，伊就变很慢的奶鸡，就变做华语安尼，字就变做安尼。譬如讲即个问题啦，伊其实毋是讲大家无想要拍台语字，是要拍啊，足困难的。变做讲咱无即项技师，无即个工具去使用即个问题。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所以咱较会伫即本册内底有足侪字，虽然讲教育部伊，比如讲佚佗，伊佚佗是一个字，我爱用一个走步嘛，啊，但是头前迄个佚迄字是一张图，干那后壁迄字佚佗的佗是会当用电脑 copy 出来，所以后来阮就是有的字就变做讲，毋是用异体字，就是用一寡音较共的，变做讲。足厚的厚，头拄仔讲迄个足厚的厚，下骹迄个蛋咱就甲剔掉，就变做讲顶悬迄个厚迄字尔。啊，当然当初用即个厚嘛，感觉讲，敢会有人会感觉讲即个字毋对，音毋对。啊，后来嘛是有看 FB 顶悬一寡讨论台语的社团啊，嘛是诚侪人变做讲用即个字来做替代，所以咱有诚侪字变做无具体的体，一个无具体的体就是。故意一个顶悬写一个卧龙的卧，下骹写一个凤，伊是安尼写，但是迄字伫教育部内底，伊共款是一个图档，变做讲伊是一个即摆应该是爱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啦。我是感觉是安尼，所以即本册内底有诶物件，阮就是将即款较复杂的字变做较简单，变做会当书写，还是讲拍字较简单的安尼，这是一个。伊就算讲，咱做法较无共的所在啦。啊，其他是大部分拢是参考教育部的字典。有可能有的事啊，有的事是根本可能教育部嘛找无，所以嘛是，若是讲大家先摆啊，有发现讲，咱的字可能用甲毋是讲，毋是遐尔啊恰当嘛，会希望，因为这本册大家会当。大家来讨论，不只是台语嘛，希望讲有其他的台湾这个土地，其他的爸母，伊甚至是新住民的伊会嘛会当，会当，譬如讲，咱是希望讲会当亲像安尼，就是先用每用一个词开始进入这个语言的这个兴趣安尼。我阁有想到，因为台语啊。因为咱这本册啊，有收录一款较，我是感觉讲足古锥的词啦，譬如讲阿萨布鲁，还是讲阿斯巴拉，还是讲鸡肉，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感觉讲，这个词敢若毋是讲，好像较歹听，为虾米你袂当收录一些较好听台语较好听的词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因为我是拄仔学台语的，就是因为安尼，我感觉讲，就是证明了台语文化的所在。因为咱较古早讲台语的时段，就是无想要讲那一个就是不好听的话，就是他们会把那个
那个干掉，就尽量不是讲要直接安尼甲你骂，还是讲也不讲死这个字，卖尽量讲死这个字，所以他们会去用很多譬喻去讲，去形容这个伊无喜欢的物件，还是讲较歹的物件，比如讲后来鸡泡粿，还是头拄仔讲的阿斯巴拉，还是讲鸡肉啊，啥物有诶无，还是阿萨布鲁啊，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是证明讲，台语其实是这个词是代表讲台语是文雅，毋是因为讲。要做册，要来推广台语，就是完全拢袂当讲着，就是讲骂的话。其实我感觉，无一定是安尼啦。我搁有想着，搁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每一种语言啊，拢会知影讲即个就是即个土地历史是安怎。譬如讲，我最近有听着满大的阿公讲，就是伊就讲，你若有闲啊，较早叫电话来啦。啊，我就问大人讲，为啥物毋是讲敲电话，是讲叫电话？啊，伊就甲我讲，因为较古早台湾毋是讲每一个人的厝拢有电话，所以伊就是有一个接线生。啊，我就知影讲，哦，原来你就听时代讲，伊真正迄个语言，你就知影讲，即个土地过去的历史是安怎。佮譬如讲，人会讲黑漆猫会讲暗暝蒙山猫，是毋是嘛？代表讲？一个台湾以前的生活是安怎，是讲伊的生态是安怎，所以应该是每一种语言拢有这个，就是历史的记录。我感觉是真正袂歹，所以嘛是希望讲大家咱来思考讲是毋是？我感觉到底你生活中要讲白话话无？我感觉是一种价值。